后来，过来这件是艺人 NONO 牵涉到性侵甲性骚扰的风波，进前有10个被害人提出着告诉，但是只有1案封判刑2年半，被害人无法度接受。另外有2个被害人指控 NONO 伫按摩会馆甲车顶性侵甲猥亵。这个检方一度因为罪证不足无起诉，但是高检署发回，士林地检署再度来调查。检察官认为 NONO 拢无参会，所以甲起诉，而且建请着法院判重刑。会不会害怕被害人对你的指控啊？挂嘴案行入地检署，艺人 NONO 去卡到Me Too 的风波，和真侪被害者指控性骚扰甲性侵。士林地法院5月份一审宣判有罪，不过伫去年有2案无起诉案件，再议了后出现变化。有2个被害人控告 NONO 强制威胁，包括伫掠零店性侵被害人，另外一件是伫车内强制威胁。因为当初控诉 NONO 10个被害女性当中，敢若1案一审被判2年6个月。另外2名被害人提出告诉，因为罪嫌不足无起诉，2个人不服提出再议成功。高检署发回继续侦办，今日士林地检署终结起诉，认定 NONO 有犯罪，而且无悔改意思，建请法院判重刑。做过的事你自己都不承认，你还可以厚脸皮说不认识我们？这样2年6个月都要上诉，我们这些受害人是怎样？案件审理当外，敢若1个案被判刑，和被害人真失望，因为 NONO 进前7摆出庭，拢讲伊无认罪，检辩不服，上诉到2审，即马有案件被起诉，被害人敢若较有信心嘛？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，认被告对2名被害人涉犯强制性交、强制猥亵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，予以从重量刑。过去综艺节目主持人被控告性侵、沦为公敌，一审判刑了后，还有其他案件被起诉。NONO 面对被害人的联手出境，但佫继续面对遥远的官司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